12各改鬼，去六向下穿气，占日润，四四时，挨罗屋对门三年，要付单价染屋，大年界不养人，仲有3界来儿，挨你为嫌机，善帮美。只是人界世家，南部人南外有家调，冇穷下大，更依法查人老感染，不管春差夏差，乃讲拍芦笋，挨咩都为是几概念杂差，几汉更有家父3天。日早大茅屋，日后是个建砖屋。挨汉当记得，该茅屋冲到怕有满拆喷。其实老人讲起，要摆草菜时，火当慢，王马当辣，突然间，一家上戳下将。原来是一条当长当大条街5公中的事。据老人讲，假使是水木须跌落民仓等，该唔地为样板，该上了人家屋后背，有贵派嘅六足，挨做生意呢是6、7年是风采天。上位是老街本风大团铁，长长嘅六足笋来转屋下做菜食。挨谈挨咩讲，该搭六足人好做事，当日到啉阿么，就会谈到鬼叫嘅上，该上谈起来2班7人。上度有上叫到冇上，叫有爱叫，谈到该马匹胖胖起，汗蘑菇都会撑起来，咩到大概主人下背界了屋几家人，头暗部都唔是帅，几家人都会点睇起，唔地过了几多年。该上涨冇睇起，善帮美老爱咩讲，遇左有个不养人，前菜个上本老公打，家养找来转，上美糟蹋苦土机，机日下压倒，想唔开，卡几多都该六足人。割後人改刺殺，佢可能係多唔理，割多有痛，割有冇割理，痛多有上叫多冇上，血出多鐵，就痛多死，死後痛苦嘅人分不散，當日啉阿麼就會叫到天光。该叫上日期唔知经过几多年，怎么个谈到？唐人讲，刺杀嘅人为到人间受苦受难，天难挑退转世，该各改鬼财上安彩过，到人间也安彩过，真是唔知乜。改命，天真唔知做乜改节恶，将会安样，是才肯出差事呐。